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主持人陈明珍。我俩所台飞所去到苗栗市太平镇嘅洋气，佢头摆喺平阳民众中嘅青菜嘅乐气。民国90年变嘅细节以后呢，佢继续按用台门关起来，民众也冇办法行落去。民国93年下半年初，佢搞完本县政府变做係县政府嘅公有地嘅，到大量24公顷土地，按用人利用呢，按当年来一寸每日侵害判法，有人讲做係县政府嘅判公用地，有人讲做係苗栗市。苗栗县18乡镇嘅地方产业交流中心，也有人提出变做国立联合大学高铁，也有人组成新太平镇嘅促进会来提出两手重新苗栗嘅重生，乜嘅呢？生命科技甚至係数位内容嘅产业延期。不過清醒嘅消息傳出來，喺到民國18年8月份嘅時間，縣政府講要留嚟當作係莊船嘅歷史博物館。嗱，莊船嘅歷史博物館，要到嚟來進行喎，你喺同一種進行嗰種可行性嘅評估哦。嗱，第下呢嚟到國立聯合大學客家學院面頭前廣場，請台下鄉親並台下來賓共同討論，到底咧太平鎮嘅平陽24公頃嘅土地，用乜人開發，用乜人利用，對佢嘅苗栗係最好嘅。開會了！馬上為您介紹現場來賓，呢個係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嘅科長蔡金旺蔡科長，好。客家天使嘅觀眾大家好。好，再來為您介紹係國立聯合大學客家學院院長劉鳳金劉院長。主持人各位鄉親各位貴賓大家好。好，天上嘅來賓係到台灣進行青島文化創意園區嘅開發規劃嘅評估嘅一種嘅顧問嚇，賈建奇賈先生你好。各位鄉親主持人大家好。好，頭先有講到您嘅呢種嘅聯合大學副區呢太平鎮呢地方啦嚇，既然但係就國防部嘅軍事用地係平陽啦嚇，唔過民國90年啊變呢。細走以後呢，一直到民國93年下半年，好像搞完本縣政府哈。不過咧，頭擺喺軍事用地門關到很啦哈，搞完本縣政府以後門限咧關到很啦哈，所以青島嘅苗栗鄉親並唔清楚個，有咧24公頃按法嘅土地再來發展哈，到底做乜嘅係最好嘅呢哈？像也今年到地方上要形成一條討論，有一條聲音出來哈。唔該，你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安好的天氣，太平鎮氧氣困起來搶悠悠的環境特別好。不過因為風台安多年冇人處理，就個養沙慢慢為弄高高，為整體個萎縮動盪。24公頃有大有平個綠地，如愛山島、開發萬個苗栗山上，就土地利用價值來看，其未來運用的發展，才天然都動關係。古通福上金光處就個架沙。法路老通卡，各種各樣嘅重村活活修嚟規劃嘅，人講係貢獻上嘅公民節，用嚟40年嘅時間，修創嚟總共有8萬件嘅重村歷史文物，節流量都動罕見。很多都是老師早期僧人來託付給他的，因為當初中共入到西藏之後，那開始逃亡，這些東西都開始陸陸續續被撤出來西藏。那很多最近的其實就是台灣。所以那也因為老師曾經有過去這樣子的背景，所以很多的僧人都會把這些東西來請老師來幫忙保管、保存下來，這樣子。比如講，一齊一對文物之中用玻璃箱嘅保護能力，聽講就係一個精品，係唐朝溫馨公主火返嘉義時節所戴嘅帽兒。土田嘅內涵勞動優秀嘅手工，係講感情可惜，價值上都上唔到。故宮啊、縣長啊等等，還有一些專家學者，他們都有來。那他們來看過之後，都很驚訝，說這些東西竟然會同時在一個地方呈現，這樣子。就專家嘅推算，呢條文物嘅價值至少5000億韓元。小創家公民嘅認為，這個將係文物嘅寶貴嘅文化遺產，算係大價嘅。又因為佢帶到苗栗，所以老文物建本苗栗縣政府，希望受到尊重、老公開。
用个开发利用讨论的安东年界太平洋空间，人摆真经为变做国内第一届重村历史博物馆么，还是有其他面貌。好，看那样片以后，好像马上抢到你个刘院长了哈，人家算迄你露联合的哈，都联合太好也搞好青岛人，也同时还美丽字体，另外也看太平洋了只土地的开发的想法规划。我想，县政府实在来讲，也係當上網上可以規劃咗怎樣來利用一隻土地吼。我細細嘅下，因為我雇主喺度嘅附近咧。故說我係依接啲嘅行通吼，行過我喺度一出嚟嘈柴，我喺度師傅一出嚟嘈柴，坐巴士一定會經過也太平洋嘅洋區。故說對也土地當有感情吼。一出邊嘅係蠻細就嘅係太平洋，我想就當到邊嘅啲西山夫啦、西神啦、西條啦、鐵條喺度，也有啲行業。實在講也已興旺啦，吼。但是邊個細就嘅一條行業就落寞起嚟，吼。也存到乜嘅？存到菖蒲啲嘅，吼。菖蒲實在啲嘅迄講有機會細就，嗰笪地方菖蒲係當發，韓國邊洋有20公頃按發嘅地方，一笪地點吼，實在以苗栗來講，係應該算係苗栗嘅市中心喎。因為佢天義高速公路、韓國天義高速公路、韓國以後高鐵嘅豐富站開通嘅係，來一笪地方都當方便。而家新竹有新竹科學園區，台中有台中嘅科學園區，韓國中南有生技科學園區吼。按道嘅科技嘅園區底下，冇好好嚟想一笪地方按樣嘅使用，實在當可惜。以學術嘅立場嚟講，吼，人家怎樣嚟帶動也地方嘅發展，清楚要同地方嘅特色嚟結合。唔好講呢個冇同地方嘅產品，係我地方嘅特色嚟結合，做出嚟嘅東西，看來就變得很突兀，冇辦法長長久久吼。故所我希望縣政府規劃也好，地方大家鄉親嘅規劃也好，盡量要有創業性。要有在地性吼，要同地方嘅特色嚟結合，我相信按呢規劃，按呢規劃真係較長長久久嘅規劃吼。好，感謝院長哈，嚟看一下咧嚇太平洋嘅咧部分啦哈，咧土地差唔多有24公頃按發哈，而睇啲係你苗栗嘅通化公園哈，客家太園咧2隻公園按太嘅土地面積哈，所以民國90年嘅時間，軍方是細隻嘅哈，邊年是細隻位，93年下半年都交還本縣政府，那93年一直都近100年哈，民國100年，那當中有青島意見提出來哈，如果縣政府嘅辦公中心啦啊，或者講苗栗嘅地方產業交流中心啊，一個沙堤太學，甚至當做你國立聯合太學嘅高鐵，也有人講嚟去醫學中心哈，因為如果種台北醫學太學講嚟去醫學中心申請，係咪做到做？學校嘅土地嘅使用哈，當然也有啲太平洋促進發展會有講到，係咪做生命科學哈創意數位園區吼，你下生命科技並數位內容也係產業嘅清講清前進嘅哈，清熱門嘅行業啦哈。唔過咧，主要係到民國18年8月份嘅時節哈，縣政府提出嚟規劃做藏傳歷史博物館哈，當時呢個縣長劉振峰也有到民國18年8月4號到13號，土地呢個國際文化觀光局並工商發展處嘅同仁哈，一起去西藏啊、西川啊去考察哈，將來有佢記者會講，也投入200億哈嚟去個藏傳歷史博物館，有一種嘅博物館嘅部分，也有一種嘅藏傳的主題遊樂公園哈，同時也有一種嘅呢個餐飲服務或者去觀光台飯店哈，那做3大區塊來運用哈，其實發展起澳門嘅好啦哈，我想咧請教下您嘅蔡口長，據我所了解啦哈，目前縣政府喺進行構型性嘅評估嘛哈，那評估進度係樣板型，有可能係能擺嚟起來藏傳歷史博物館嘛？嘅太平洋嘅土地啊，也經過安多年嚟算哈，就講本來算縣政府一開始家想要做講嘅縣政府嘅縣政中心個縣政府本來要到太平洋。也有講，縣政府都做18鄉鎮嘅農業嘅哈，就講個
地方产业交流中心，就讲所有的个失败乡镇的东西不管是农业啦，像太湖草莓啦，大兰的水果啦，手艺木雕啦，公馆的投资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一片太平洋做了交流中心，本全世的人在第二片上采购的。但是经过很多年以外，突然间就讲今年的时候就一直多今年有很多规划中，就讲做可能做博物馆也好，也要做个其他的说那个体育中心啦，也可能。但是好今年有一个头份，一个江敏吉老师，佢提供一个藏传的个文物总共有7万件到9万件。而嗰樣時，也有人建議本嘅江老師講，係唔係就建本嘅故宮博物院或是建本嘅也故宮博物院有南院南院也當欠文物。佢講佢要將文物建到，因為佢係喺度頭份咩？跟苗栗之前根本苗栗是錯的啦哈。我哋都一幫年的時間，8月16，我們就去考察轉了以後，到縣政府開咗記者會啦哈。縣長要希望講，係咪都急嚟通工都給103年卸任的時間再來開發完成。你有知道縣政府底下有一樣氣氛冇？縣長本身有一樣時間壓力冇？縣長進來以後，佢對於藏傳博物館嘅個信息秘密講，下一擺也變成係實藏傳博物館啦。他家就唔是做到5000公尺以上嘅時裝嘅垃圾工藝，出咗來太平洋可以做得嚟。哎呀，那樣好，我想請教一下賈先生啦哈，就是說，其實這個大平頂這個地區，剛剛這個劉院長也講到，交通蠻方便的，國道1號、國道3號，還有未來的高鐵的這個在後龍社這個豐富站，其實這個就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來講，其實它的基地的交通地理位置算不錯啊。您怎麼樣來看目前縣政府正在進行的這一項可行性評估報告？有些什麼樣的建議嗎？這個問題蠻大的，就是一個可行性評估報告，一般我們大概都要委請專業的顧問，要集合不同的專業顧問來做一段時間的評估。那我只是很快的來看這塊基地，其實過去已經提過這麼多的計劃在這裡面那當然藏傳歷史博物館，它會是現在最新的一個口號出來。對。但是我覺得在這裡面就變成說，剛剛也有提到，就是說政府的這個預算，還有將來的營運怎麼樣維持下去。那對於一個博物館來講，我們知道在全球來講，博物館能夠賺錢的博物館是幾乎是沒有的，它都要靠它的附屬事業，它的周邊的附帶的這些對，所以我們這個藏傳歷史博物館旁邊還會有這個主題公園跟這個觀光大飯店，它是可以盈利的對，但是市場有沒有那麼大這個變成要評估。那以苗栗這邊來講，我們看每一個點到底會有多少的遊客在這邊那不只做苗栗縣的客人啊。沒有，我是說到苗栗這邊來的客人。到苗栗的客人是。客人到每一個景點有多少？那我們看，基本上我剛好過去做幾個，比方說幾個案子，它就說你的遊客量必須一個園區的遊客量要能夠達到50-60萬以上，你基本上你這個點你才能夠去營運，才能夠有一些的獲利。那你要讓它能夠生存下去，當然我們在規劃的概念上來講是說，我要把客人留下來，因為我從他的住宿的收費來講，它是可以收到最大筆的錢，它的單價是最高的，是從那邊來做收入的。但是這個東西就變成說，你這個地區的這些配套的遊憩景點夠不夠豐富它來做2天1夜，甚至是3天2夜的遊程。有我們周邊有3義木雕博物館啊，銅鑼客家桐花大院啊。對，這個都要做評估。都在對，那因為以現在國內這些住宿飯店，我們觀光飯店或是一般觀光旅館的，或是一般的旅館，它的住宿率其實都已經是不是很高。那其實我在今年剛好做澎湖的一個西嶼那邊的一個古堡遊憩區的一個規劃，它也是軍方交出來的土地，它裡面有很多的炮台，有很多的軍事歷史建築在裡面。那時候我們跟處長有討論，其實我們希望說用過去，因為它澎湖在過去從清朝荷蘭時期就一路下來，它有非常多的歷史故事。我們希望把那個地方還原成把這些歷史的文化能夠呈現出來，跟後來國軍進駐的一些特色炮操啊，或者是說這些戰爭的一些故事能夠
放在那里面，用文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它变成是一个战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无论迄你个刘彦仲，也还你贾先生讲彩体的上映、彩体的特色当重要。你也开放为现场的美丽的乡亲来倾诉反映哈，是讲你啊太平党的兵养哈，实在也按多年的哈，而且也无好好的开发哈。提出按多无相样意见，可能都无得到清太的共识哈，所以你下你这俩机会哈，这出面太平俩机会，个别提出来，唔对你太平党嘅发展有冇个想法？倾诉反映好冇？好，两个手机。我曾发觉，刚刚看到东岛很有呢，迄古堡，嗰种碉堡啊，哈，嗰种战争的碉堡，那也是很乱。然后其他的发觉政府做遐样，然后去清枪来，过会做无偿。本一些年轻的工作创作者，去个搭业州，结果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聚落。个业哈就懂，反正你要看画家哦，那边都是现代，就是画什么那种很奇怪的什么野兽派的啊，对，一堆人都在那边。然后你就会知道讲，会带动过哈各种东西会生根，会让说我们这附近的文化创业生根这样，那这是短期的做法了哈。我们可以这样先看看。先本他个落去跟24公顷看一下哦，马上个书什么个地方，对他有认识有了解以后，对佢未来发展并规划就会开始有想象力了。对，其实我说英国爱选短期，唔要讲一开始我说台湾动画样哈，统都砸大钱啊，一下300亿，一下200亿，我就觉得人家都给我衰真钱有按斗嘿，然后这样砸了那么多的钱去盖了一堆人，然后到时候可能又变蚊子馆。好或怎么样就很麻烦，所以我觉得短期做在安永州长期来讲所以如果说也他验政府其迄讲有安永诶有自信心讲，也做的规划懂好，做的说服人家，其中嘛冇开放嘛，开放计划去让大家来竞图嘛。对不对？比方说，我们他参与意见，比方说县政府佢有一隻嘅藏傳文化嘅一隻計劃，佢想安樣做，佢就將計劃秀出來俾大家看。像人家的地方嘅人，沒有人要想講，組織一隻乜嘅規劃委員會，那我來規劃一個用嘅方式來利用呀，他家來比賽嘛，對吧？我說安樣較好。所以公民嘅參與係非常重要嘅部分。那個鄉親發言咧，好，兩個欣賞。太平的邊樣吼，一發過一平啊，過個環境實一好，也安這樣的地方吼，我認為吼，我好好利用。所以我想法呢，我本嘅聯合大學來用。我本聯合大學來用。聯合大學呢，佢本聯合大學嘅生物技術學院來用。咱擺像你嘅新竹嘅。想法太好啊，交通太好，而家新竹可好延期，所以你嗰啲聯合太好，是不是預計將嘅生命科技延期到太平洋嗰度誒？好，感謝兩位鄉親發言哈，還有那個鄉親嘅發言冇？我那個出去穿紅色。大家好，我係太平洋嘅里面，我喺度40年。我喺度也等於當到我做建設，縣政府都冇幫我里面啲。冇經過我哋裡面嘅同意，做當到比如講化妝廠，比如講納古塔，以下要來隻藏傳文物館，一到我裡面就冇乜參與，我哋就唔知要做乜嘅，我想拜託科長轉去老院長講，我哋裡面唔係講嘅，我哋裡面也民主時代，我哋未有參與。我來表示意見，我哋做乜嘅，我哋我講翻機會。有那個鄉親有意見的冇？有沒有哪位同學或者是有意見的？這位先生。藏傳文物我們堅決的反對，我們大家有在這個鄉間討論。因為藏傳呢是這個文化呢，佢都西藏啊、絲峽，人家本土化嘅吼，在台灣呢是一個 Formosa 地方。人家就也客菜之迄啲呢，全部客家人。對西藏一個喇嘛呀方面東西啊，我就較唔適合。當然講也像個嚴重嘅重新考慮啊嘅發展未來發展。我建議呢，最好嘅方式，因為台灣目前有差唔多300萬嘅客家一個鄉親。苗栗呢嘅太平洋呢係一個高質點。
不管交通哈，刚刚主持人讲过，交通也好，各方面环境也好，南北的环境也好啊。那么我们要提供也做一个客家的那种多元化的文区哈，像讲大陆的土楼啦，客家呢从中原五湖乱发啦哈，乱到的下来到台湾来，或者全世界。铜锣的客家菜也唔系有做了。不是，铜锣菜嘅哈，这是刚刚我已经科长有聊下了那个至于本个客家委员会啊，可以办啲啊未来啊。它做一个办公的场所哈，资料筹整的地方大宾体呢来做一个观光哈人家食物，像客家大宴啊、土楼啊，那个客家产物啊，这发展的那种整个性质啊，带动的观光产业。所以分工上面角色不一样。我希望安尼来建议啊，给刘院长哈。刘院长，刚台湾领导的熊先生提到讲公民参与这个部分啊，不民众的意见提出了几非哈，甚至参加这个竞图啊、比稿等等哈。因为讲就按台个规划案啦哈，那按当然了都没有哩，也有无相相反映出来。你说公民参与都了部分了过程当中，给它重要性到哪？了太平洋的规划案底边度公民参与的部分拉败嘛？应该苗栗县政府的刘院长是在讲也同上网达标，上爱带动地方的发展吼，将也庄传的历史博物馆啊的吼，实在也唔係講一定做唔得做，而他家討論樣嘅做，啲哪做，經費哪來，我嘅想法就加講公民的參與，本較多人來討論，較多人了解，尤其而用到也地方嘅也所在嘅地方嘅居民，清楚也有較好嘅交通。安尼做出来嘅公共建設吼，將會大家會接受吼。安尼做落去，政府也歡喜，地方也雙贏嘅吼。故所我嘅想法唔係講，一定要反對嘛個藏傳歷史博物館，然後考慮講怎樣嚟做對一隻地方清好。其實剛才講嘅一隻地方是在東南的這個親密的安好嘅地方，迄講將個公墓遷走吼，個連個陽氣規劃起來，嗰笪地是在東發，迄講大家好好來想，按樣嘅來做，也是在講當重要。故說按樣去進行，因為大家都講，要本地方嘅居民去參與，做出來嘅人，則唔會講有人反對，無呢講強做落去，居民無歡喜。喺講有乜抗爭落去吼，佢實在講做發動到心思落去，可能人也無乜個得到乜個收益啊的吼，安尼就變到當可惜啦吼。故所我也加談到按道理嘅有的喺線上，有的喺地方嘅居民啊的吼，實在講嘅意見實在當好吼，按樣去做，像唔看有按尼村民睇法，有按尼機會。出來本大家來討論，大家腦力激盪，各種嘅想法都出來，按樣嚟做，大家多年嘅意見出來嘅下，將來綜合嘅結論講，哪一種嘅方式清好，喺我來看，你看喺也像那個做一個公共建設，係做出來做得同人家地方嘅產業完全結合起來，我想地方嘅那個各種嘅經濟將會發展。那贾先生，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大平顶的这个开发案里面，您觉得说可以给什么样的建议？因为刚刚很多乡亲都提到，他们觉得他们的意见需要被听到，可是这个被听到的过程当中，跟这个效率部分或者这个两难之间怎样去两赢啊、双赢？嘿，我想对于一个园区发展很重要是3个要素啊。第一个是人才，你人才要，尤其是我们要走文化，甚至是到文化创意。然后甚至要到文化创意，把它产业化的过程当中，这个人才必须要足够，那就必须你在地的这些素材要有。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资金的问题，那第3个是它的通路，就是说你将来这些东西，不管是你要人家来到你这边来，或者是你在这边所生产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要往外出去的时候，这3项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很需要，当然政府需要在里面帮一些忙。那资金通路这个就要靠业界来。那我想在地的居民，在地的力量，他要把这个园区
的价值发挥出来，它的能力可能会是有限的。是。那所以说，在我们操作过去的经验里面，其实政府在不管是5大园区、华山这些等等来讲，它都还是希望是产业园区的一个概念，所以都希望企业进驻。企业进驻了以后，它结合当地的特色，然后去发展它适合的项目，然后把这个产值做出来。我们先再开放第2波乡亲发言，等一下我们请这个蔡科长一并来回答，好不好？还那个乡亲有意见呢？好，给欣赏。5、6年前跟几个很热心的在地人就发起这个新大坪林促进会了那个时候就追随政府所讲的2兆双薪了就强调说双薪了，因为我们觉得苗栗没有资格去发展那个2兆。我们办了好几场这个说明会也很多热心的这个乡亲去联署，得到将近有1万多人的这个联署相当程度上验证，就是说我们这个诉求还得到一些人的认同虽然这5、6年来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不过我们从历史的轨迹来看验证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今天2兆大家都知道变成产业了那双薪呢变成是选学了事实上从大家来反国王石化什么这里来看，台湾大家已经意识到台湾没有这个条件去弄很大的东西或怎么样因此环境保护跟文化创意几乎是变成主流的民意了不只是主流民意，甚至可以说是台湾未来赖以生存的这个东西因此我在这边还是要强烈的呼吁县政府这个顺应这个潮流把这个这个大坪林这么难得的地方好好规划成不管是说广义的这个生命科技或者是文化创意的园区了那事实上呢，可以仿照像北京很成功的798园区就不要破坏那原有的环境嘛就让这些艺术家进驻出去那政府提供一些基本的措施那你甚至说可以免费但是要求他比方说每一季要跟县民办一个同乐会或怎么样带动起来刚刚大家都提到，事实上大坪林虽然是苗栗的中心地，可是交通很不方便那我建议就是说，比方说可以仿照像旧金山那个做那 cable car 让大家过去，就把它可以这个活络起来嘛那这个文化创意弄起来它是一个我们讲发展就是一直可以弄上去的不像说博物馆那个东西就是那些东西可是能把它弄起来好，感谢。还那个乡亲有意见呢？好，要不我们先敬老尊贤好不好？上一次铜锣，人家3年前以前都举办过一次。大家也有出席，出席的谈到严重有讲，问佢講太平洋同樣南市運用嘅計劃，佢就答覆我講，我要做太學生。剛才談過也計劃，書都答覆的，動聽3年lang太學生一個夢還是冇夢，還是夢結果我想到講3年過嘅，嚴重有講我改變，做一個物質學校，建一個總廠嘅博物館，變來變去，我說變到我一個嚴重嘅主持人講話我踏實，講話我誠心，但是冇誠心，一直硬講硬變我就講係真行，我唔會相信，所以我做5成嘅嚴重，在我心目中，實在我確實做出來。科長，我拜託轉達一下，謝謝。好，係那個鄉親，好，那個鄉親。亞答天氣海拔180公尺，第二講地球上200公尺海灘磁場親和，也親和地方。也居高臨下控制地方。亞答種地流呢，唔單止個苗栗嘅種地，也係台灣嘅種地。亞答去看嘉里山脈珠峰清江嘅地方，我看亞答山嘅清江，我推到鼻子看。所以亞親和地我做親和使用。那邊做侵犯使用，如果影響整個地區嘅影響。所以講總體是講，你幾個地方親動工嘅地方，你親動嘅地方去做最後利用，它就像同心圓一樣擴散出去。我影響地區嘅。偏的是不是後期？已經世界理論，所以這個地理學家提出，太監冇人講反對，你高科學院嚟做嘅。所以我用我哋文獻，在嘉縣嚴重變33000部三法，也都係講太平大。好，2004年，我雖然講喺阿嚟提，因為中央喺講阿嚟嗬，也擺個嚴重
先期我都直接讲反对服装厂，因为虽然个前面两个我冇写，四个主要讲的，县政府计划做服装厂唔出色，一次都唔出色。隔壁个父母公务影响都市发展，也唔出色，也唔切，也冇乜个改善。也讲要做藏传博物馆，我马上会联想到，就按照太庙样个呀。也庙做的富山那骨头，佢隔壁个服装厂公务唔办咗，佢表示30個年後會負荷啊，嗰邊咧行下確睇冇用哦，所以我感覺假使安尼，嘅我懷疑講我安尼話，也唔係錢好使用，嗰邊確睇行下冇使用，所以我反對。好，感謝你提出你的意見，好，那好，各位先生做咁嘅事嚟嘅樣係。我想要談到的就是說，所謂的藏傳文化，什麼叫做藏傳文化？策劃這一個計劃的人，他的動機是什麼？西藏現在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屬於中華民國。我們是台灣，我們是唐山人。隋唐朝的時候，文治武功最強盛的時候，都要合歡了。它有2次，第一次是唐朝貞觀15年，第二次是唐睿宗的西元710年。那所謂的藏傳文化的形成，起先是漢人退掉了，把它推向英國，推向中亞，所以會結合佛教呢，結合了這個西藏傳統的宗教叫做蚌教，那也結合了印度的傳統宗教的一個性力學派。那這樣的話，你要展出給台灣人看什麼？國際的人要來給你看什麼？你比布達拉宮好嗎？國際觀光客會來嗎？台灣人會來看嗎？你的功能性在哪裡？你的教育性在哪裡？各位議員好，你就提出按寶貴意見來說，都非常為盡他本嚴重嚇，因為嚴重也見人嚟說，他嘅行政嚟說係無限期嘅嚴重，他其實而家嘅想法之中啊，怎樣嘅來為民服務，怎樣嘅來將苗栗嘅發展更加好，所以咁唔係講嚴重，我切下安尼變上變下呢，嚇。啊，實際太平洋也可以來說啦，嚇。從也藏傳博物館來說，目前咧韓國很多嘅可行性評估，嚇，就可行性評估到底做得也做唔得。我上禮拜後嚴重嘅從阿西嘅張老師來說啦，我哋來說就希望，其實我哋希望樣嘢，希望係唔係嚴重嘅當時。文件批嘅主委嚇，副主委都主持㗎，林副主委都主持㗎，然後林副主委建議講啊嚇，係咪故宮中院嚇，也有南院、中院，實到太平洋島嚇，係講故宮中院、實太平洋島係冇辦法實踐，冇歷史博物館嚇，在集分館底下嘛做的嚇，所以他的想法之中啊，並唔係講為到講人哋嘅韓國張老師，因為佢講文物。留到苗栗縣來嚇，佢唔可以出隻，佢不能講出隻當簡單版，唔就將一文物就建本嘅故宮博物院就好呀，建本故宮博物院乜個事就冇嘅呢嚇，也唔可以講鄉親來反對一度嚇，所以佢主要講要將一文物要留到苗栗縣，要推動苗栗縣發展，這個也有個目的啦，就真正來說啦嚇，唔是佢講假文物唔係賣啊，而見證啊。見證來說，也能夠加出連上嘅東西嚟見證出去嚇，而希望講佢唔係做得推動苗栗縣嘅發展。所以目前來說，雖然講也韓國歷史藏傳博物館係蠻天安啊，也韓國蠻成熟期啦啊，但是目前當然是喺度係隱含到嘅，因為佢既然喺博物館，喺實驗目標博物館觀眾咧嚇，所以就變到喺片度做，恩樣來說。嗰陣時我咪想講，嘅從密宗來說，就講藏傳來說啦，都台灣研究10%，所以我哋唔係講要用宗教性質，主要以博物館性質來說，博物嘅東西啊，像雖然講就加嘅假故宮講嘅嚇，以觀光為主，其實我們以博物來講，它除了觀光以外，它只是一小部分，最主要是韓國推廣教育嚇，推廣教育啦，嚇研究發展啦，嚇各位當然是最基本來說，展覽啦，嚇典藏當重要。目前來說，也可以文物啦。雖然講咁冇嘅事情嚟講，世界各國嘅總共嘅2%嚇，
直接就是有像江老师讲，唔係買啊，伊一度要用錢買，錢買咗伊仲嘅睇了，但是如果大家講咩，王永慶我產生國家自尊都爭取晒，伊希望個見證本到台灣來說東西30年來好不容易組成起來，係咪做留啲對位就是我嚴重希望個台通也苗栗太平洋嘅發展，所以其實我講咩，我爭取保護法啲好像都係苗栗子弟、苗栗人對故鄉一份感情有影響落嘅收藏留到苗栗，嚴重也想講既然無論喺故宮南院也好，故宮中院也好，一個歷史博物館、苗栗分館也好，因為博物館都有啲苗栗化，其實係陳發苗栗嘅歷史文化，就係研究典藏的人才培訓的價值啦我想各個無同樣意見，加等村民台北平台你提出來，大家互相交流我想你先歇看下，廣告以後繼續討論，係咪談後生人有無同樣意見馬上轉來。